今仔日是初九天公生，咱拢知影讲这拜天公是民间真重要的传统。民众除了会穿这个素食三牲来拜拜以外，伫中华鹿港阁会拜古钱造型的牵仔条。除了代表财运，嘛有人讲这古钱的图样，就哪像是月亮的变化，一条就是一个月。 市场内的人满世界拢是要来买拜天公的物件，除了天公金、保运金、花卡钱，阁有素三牲、红玫瑰等等。但是中华鹿港阁会拜一项物件，是用糯米来做，食起来亲像糕仔，顶面有古钱的图样，号做牵仔条。内底有钱币的图样，就表示伊是有财运的意思，表示12条，逐个月都会使有迄个财运生意兴隆的意思啊。你也是闰月的时阵，就13条。旧历正月初九是玉皇大帝生日，鹿港人真重视拜天公。一般民众会伫初八就开始准备，初九主事祭拜。拜天公分做顶下道，顶道拜素的。 闹出的生礼会放下倒。鹿港的拜天公是甲别位的所在较无共啊，咱鹿港的拜天公呢，有传果粽、素三牲，甜碗、菜碗吼。鹿港拜天公是鹿港人非常重视的一个活动，所以拢会传足侪澎湃的物件拜天公啊，非常的重视，所以有小过年的这种讲法。过去鹿港家家户户会伫门骹口祭拜。 因为时代变化，为少仪式简单化，要民众会选择去庙会拜拜。但是即阵有少年辈依照古礼拜天公，希望保留传统祭拜的民俗文化，也来体现台湾人谢天、感恩惜福、谦卑的精神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